伫咧桃园有一个姓朱的查甫人，伊是专门咧教人练金牌教练。昨昏向烫北体伫咧人的店内底咧乱，佮甲警察争甲闹震动。袂像警察是举警棍硬死甲烧甲流血。这段影片目前是引起众人的讨论。警察局认为讲，这个当人确实是有执法失当，会记过2支，而且照伤害罪来上班。画面当中，这查甫人甲2名员警一直扭扭勒勒，甚至出拳，造成员警小可脑震动，甲面挫伤。桃园中立姓朱查甫人20技术情绪失控，大脑挫伤，员警校定处理成分环境罪压罪。了后，姓朱查甫人冲到超商外口坐伫涂骹，后来看到员警提警棍连续一直拍姓朱查甫人，致使流血受伤。中立警分局表示，姓朱查甫人经过制服了后，依然继续大声叫骂呛堵，员警一时情绪失控，过度使用强制力。骚扰的案件出现了施作强制力过当的一个状况，我们会针对整个过程详加调查，了解清楚后追究相关责任。过去中立警分局也捌发生过执法证据，一个姓叶的员警伫2001年4月拿查音乐老师过程使用自由刀来制服，这摆针对员警处理超商事件，中立警分局要处罚，对员警记过2摆以伤害罪函送，所长记过1摆，分局长先改2摆处分。不过，也未少网友对员警互人拍伤，还阁被处分，long化委屈。近日，警政署长的信箱批评警察互人拍明反警，拜3人要做警察的，也引起大家讨论。逮捕的过程中，如果嫌犯有反抗，当然可以使用适当的像辣椒水或警棍来压制。但是如果说已经完全在我们警察的实力控制下，这个过多的执法作为可能就超过法律的界限。考核省认为，员警执法突发过程难免有情绪，心中一定还有法律界线这支手，尤其即马人手一支，任何执法作为拢会看现现。执法尺度要如何分寸？学者表示，未来应该一直收集相关的案例，来达到政治执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